你有冇諗過你個心態其實係一個系統嚟嘅？佢本身以一個固定嘅模式、固定嘅運作嘅系統，所以你唔會有任何一個改變。你會覺得改變好難，係因為你本身嘅思維已經固定咗。所以我哋要重新去設定你嘅心態，亦都要重塑一次你嘅意識。咁樣你嘅行為、你嘅生活先會有所改變。咁而學習就係你嘅第一步啦。我今次分享就會講5個簡單可以令你行出第一步嘅行動力嘅步驟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Jean， 我係一個癌症末期嘅病人。我由乳癌開始擴散過肺、淋巴、皮膚、肝、卵巢、子宮、脊椎，包括有胸椎、腰椎、盤骨、髖關節、大腿骨、肩胛骨等等等等。我喺冇食過標靶藥、化療同埋免疫治療、中藥之下，我身體現在係慢慢地穩定康復中嘅。我相信梳理情緒、保持正念會令到身體越嚟越好。我希望我分享可以幫助到你。之前提及過，我哋接受現狀、擁抱改變，其實嗰啲都係情緒嘅一個準備。當你心理準備好啦，我哋而家就要行出第一步。咁而真正有行動力嘅改變嘅第一步係啲咩呢？就係學習啦。我今次就會分享5個簡單嘅步驟，幫助你轉化學習成為一個強大嘅認知重塑系統，從而可以得到正面嘅心態，令到身體越嚟越好。學習之所以可以改變我哋嘅心態，係因為佢會幫助我哋創造一啲新嘅認知模式。喺心理學有一個概念叫做腦神經可塑性，意思即係話當你持續去認識、學習同埋持續去練習嘅之後咧，你個腦神經就會連結咗一個新嘅概念喺裏邊，從而會改變到你嘅思維同埋反應。當我哋學習咗新嘅知識之後，除咗我哋視野會廣闊咗啦，我哋對問題亦都會變得多元嘅理解，從而就會減低咗負面嘅情緒。第二樣嘢就係選擇一啲可以幫助自己改變心態嘅一啲書籍啦，或者一啲內容。例如係啲咩呢？好似我嗰陣時其實我都拎唔起一本書可以睇唔到5分鐘，因為都係好重量嘅，而我嘅身體狀況亦都做唔到。咁嗰陣時最幫到我嘅一定係 YouTube。其實整個過程嚟講，呢年幾2年，我一直喺 YouTube 上面學咗好多唔同新嘅知識，點樣去改變自己心態，點樣可以令自己對每一件事嘅睇法都會再多一啲嘅層面唔同嘅諗法，令到自己嘅情緒可以得以平和啲，亦都係心情好啲。例如嗰時我會上網睇啲咩呢？我除咗睇啲身心靈一啲唔同嘅 channel 之外，亦都會睇一啲讀書會嘅。咁啊，陳老師係我其中一個當其時經常聽嘅一個 channel， 因為佢裏邊包含咗好多唔同類型嘅嘢。咁有時想輕鬆啲嘅，我就會聽啲輕鬆啲嘅話題；有時想聽一啲身心靈嘅一啲內容嘅時候呢，咁佢都會有一系列嘅身心靈啦。咁亦都有唔同嘅話題，例如輕鬆啲嘅，講下歷史啊，或者講下其他心理學嘅嘢。咁其實我喺嗰陣時都係睇我每日嘅心情，今日想聽啲咩，咁我就會去揀嚟聽。我當其時都實在個活動能力好低，所以呢啲反而最簡單，只要有一個電話我放低就可以繼續聽，吸收新知識。咁我覺得呢個對於我嚟講係好重要。另外就係好似冥想啦，冥想當其時我都唔知咩叫冥想一開始，但係我都會揾一啲唔同冥想嘅內容去聽下，去認識下，從而我係在摸索當中有咩嘅模式係令自己最舒服嘅。咁第3樣嘢啦，除咗每日我會揀自己唔同心情會聽嘅嘢之外咧，就係其實我每日咧其實唔會聽好長時間，可能我每日聽1至2個鐘，因為其實我每日吸收嘅時間好短，而其實我哋每個人每日都好難去長時間去吸收一樣嘢，因為你聽得太多，其實你都揾唔到重點，你又點可以做出改變呢？因為中間你吸收嘅時候，有時係有一啲 point 係令你覺得係喎，咁我就反而會記住嗰一啲 point，之後就會實踐喺我生活上面啦。好似我啱啱講咗就係第4點啦，就係點樣去運用喺你生活上面。當我哋聽咗一啲新嘅知識之後，繼而有一啲重點係你真係覺得適合自己嘅話，可以幫助自己改變自己情緒，咁呢啲時候你就要記住佢，從而實踐喺你生活上面。可能你未必次次都做得到，我都唔係嘅。可能我開頭第一次會記得，到第2次有時都忘記咗，但係突然之間又記起我今日就係唔記得咗，我其實可以唔需要咁勞氣。咁之後我就會再 remind 自己下次再遇見相同嘅人或者遇見類似嘅情況呢，咁我就要提自己，我可以用一啲咩嘅諗法去應對當其時嘅場景。學習最大嘅價值就係在於實踐，所以當你學到新嘅知識之後，將佢一步一步實踐喺你日常生活呢，咁自然就可以改變到自己。例如當初我想知更多咩叫冥想，
我亦都真係有自己知識付費去參加一啲網上課程，知道冥想係點樣嘅咧。因為我當時知道自己唔可以盤坐，咁我就會諗咁我點可以做到冥想？係咪如果我長期瞓喺度就唔可以冥想嘅咧？其實唔係，我發覺我自己再深入了解多咗嘅時候，就可以慢慢去活用咗喺我嘅日常生活度啦。而我當時真係唔可以盤坐噶嘛，咁所以我就係長期我嘅冥想都係瞓喺度嘅狀態。但係當然我要相對克服嘅就係唔好做冥想嘅時候會瞓着覺啦。而第五樣嘢咧就係一啲自己嘅做一個小小嘅筆記。其實我嗰陣時到後期開始比較靈活少少咧，改善自己唔同情緒嘅一啲書籍啊、心理學啊各樣，我一直聽阿陳老師所講嘅時候咧，其實我自己都會做一啲筆記，會 mark 低咗喺我自己嘅 notebook 度，好似真係上緊堂咁樣。因為我以前都講過，當你真係肯願意書寫落嚟嘅時候，其實你真係必須要好用心，你個心同你嘅身體其實係連成一線，咁你先可以慢慢寫出嚟，而唔係粗心大意亂咁寫完唔記住。因為當你真係擺上心嘅時候，你嘅意識同埋你記住你裏邊嘅心態就開始慢慢改變噶啦。其實學習係一個好強大嘅工具，佢唔單止可以改變到我哋知識結構，從而仲可以重塑我哋嘅心態。就好似我咁樣，一開始我自己調整咗自己情緒，做好咗心理準備之後，我再開始諗下有咩方法可以改變自己心態呢？我就開始去學習。學習嘅時候，我就用唔同嘅方法、唔同嘅方向去睇，究竟有乜嘢係自己願意接受，同埋係覺得自己係聽得入耳嘅一啲方法，咁我就跟住去做，從而真係擺上心，一步一步去改變自己。其實永遠學習都係一樣，係一步一步嚟，唔會一步登天。哪怕我哋每日真係進步一點點，但係就係呢一點點，我哋越嚟越強大之後，我哋嘅身體就會越嚟越好啦。另外好開心可以同大家講，我嘅會員頻道咧會好快成立啦。咁我會準備一啲好多我個人嘅生活，同時亦都會分享一啲好心情嘅對話。因為我覺得大家願意做我嘅會員嘅時候，一定係知道我依年幾兩年嘅事情啦。咁我都當大家真係嘅朋友，所以好多心情好內在嘅對話咧，喺嗰啲會員頻道咧，咁我就可以分享出去。除此之外咧，我都希望喺會員頻道咧可以知道更加多唔同嘅你嘅一啲故事啦，或者有啲咩問題咧可以隨便問我，咁我就可以更加直接同大家講，因為會員頻道啊嘛，係咪？咁又可以講得比較再直接啲啦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另外都希望大家繼續 subscribe、like 同埋分享我呢個 channel， 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人，大家一齊身體健康。好，下次再分享，多謝，拜拜。